3、2、1 OK， 歡迎大家今日咧就嚟到又嚟到呢個直播啦，喂，咁我哋首先就今日比較多嘢嘅，咁我直接去翻復盤翻上個禮拜講過135崑崙能源睇翻先啊。OK， 咁咧就上個禮拜五嘅時候咧，咁佢就收市，咁咧佢收市嘅時候咧就係禮拜五收市嘅時候咧就係6個8，咁咧就建議大家就入啦。咁但係基本上咧我就入唔到嘅，因為我平時個操作個習慣咧就係喺翻大概去收市嗰個 K 線個中間個位啦，大概6個7嘅時候，6個7、6個8嘅時候，我就排隊入，但係佢就未落翻去，一路都係上。咁就佢星期五收市咧就係收7蚊07毫啦，7蚊07仙啦。OK， 咁咧其實如果我唔係禮拜五講咧，如果我留意到咧，即係喺7月10號跟住7月14號就有兩個建倉指示嘅。OK， 咁如果我喺7月14號嘅時候我留意到咧，咁我就喺再加一日星期三嘅時候咧，即係7月15號咧，喺呢個 K 線中間咧，我用翻我平時個習慣咧，就喺用6個7去入嘅時候就入到咧，咁基本上就可以上到呢個升浪啦。不過即係唔緊要，即係機會都不斷有嘅，即係又唔好介意有陣時錯過咗，係啊，錯過總好過即係用一個錯嘅價入咯，係啊。咁今日咧就會講一個幾有趣嘅係2128，係啦，中國聯塑。佢做咩？中國聯塑就主要係做啲我刪咗啲畫咗啲線先，係啦。中國聯塑佢做咩？佢就做啲 PVC 管道嘅，專係需要做啲工業用途啊，啲喉管啊、水管啊咁樣，係啦。唔同嘅 PVC 管道啦，所以佢係啲工業用料咯，係啊，主要係。咁咧都係睇翻指標啦，咁其實都係幾靚仔嘅。依家就咁睇起上嚟，佢由遠啲啦，由6月30號開始有，我俾個書面大家睇啦。由呢個6月30號啦開始有呢個建倉指示啦，跟住去到7月6號啦又有，咁再繼續去嘅時候咧。咁就有最近咧，啱啱星期三咧，過去星期三咧就有一個主力資金買入，星期四都有，係啦。咁同埋佢喺星期二嘅時候都有一個大資金嘅買入，但係未算係主力。呢個 icon 即係有個dollar sign咁樣，有個錢包，係啦。但係呢度就出現主力資金嘅信號啦，有個 happy face 兩個連續，係啦，因為兩個連續嘅 happy face 咧，相對嚟講係比較少啲嘅，所以呢個都可以值得去留意。咁同埋我哋就睇翻去嗰個周圖啦，周圖佢就連續咗有2日係開始有呢個上升嘅情況嘅，2個星期連續2個星期，呢一度周圖連續2個星期。咁但係你如果睇清楚啲咧，即係雖然係再對上3個星期咧，佢好似落翻少少，但係佢都係冇跌穿過。即係如果由4個星期嚟計咧，佢嗰個拉條線咧，佢都係 keep 住係上升嘅，係咯。
咁所以其實呢個一個好嘅趨勢啦，可以咁講。咁所以呢個都可以值得考慮嘅。咁但係咧再講翻少少額外話題啦。咁我自己點樣去參考呢啲？因為其實你好似2000幾隻港股，我點都唔能夠完全認識晒啦。咁我都係初哥嚟嘅，咁所以咧有好多時我都 back check 翻即係以前嗰啲其他人啲評述啦。咁我發現一個幾有趣嘅事情嘅，咁可以喺度同大家分享。咁當我去睇翻嘅時候咧，咁上網打翻中國聯數係啦，聯數嘅時候咧，咁去揾翻啲片嚟睇咧。咁啊，通常睇片咧我都係啦。咁咧，我會蒙咗佢噶啦。咁啊，大家即係你自己中意可以上去睇翻。咁樣其中有啲財演咧，就去到講翻中國聯數。咁但係講嘅時候咧，佢係喺係啦，呢度2022年7月1號去講嘅，係啦。咁有啲咩問題咧？咁嗰陣時咧，當2022年7月1號嘅時候咧，佢就講到係嗰陣時係13個3毫2嘅。咁我睇翻我哋個指標啦，7月1號，唔係，即係2022年1月7號嘅情況係點樣？我哋翻去個 K 線嗰度啦，睇翻個指標啦。係啦，咁咧就你見到佢喺度上升緊啦，去到呢度高位差唔多去到15蚊嘅。但係22年7月1號嘅時候咧，就喺呢度啦。咁佢嗰陣時就係13個5毫9度，大概係啦。咁如果以我哋嗰個指標嚟講咧，喺好早之前出現，喺11月19號出現過2021年出現過建倉信號之後咧，都冇建倉信號，有冇大資金買入咧？基本上我哋就留意唔到呢隻股票嘅，係啦。咁同埋咧，佢呢度有幾個有嘅咩意思咧？即係佢主力去啲資金離場啊，開始，但係又唔係撤晒嘅。咁但係咧就要小心呢個信號，就要小心。即係如果我哋見到呢個信號咧，可能就要去。如果我哋有貨，大概要走一半度啦，或者1/3度啦，自己去衡量啦。咁佢不斷去出現咗呢個有呢個息路嘅，咁俾大家睇下嗰個公仔先。係啦，有呢個有呢個息路。咁我想講啲乜嘢咧？當佢有呢個信號嘅時候咧，我哋就唔會去好建議大家去入場，因為佢一路係上升趨勢啦，驚你去高追。咁當7月1號之後啦，呢個禮拜5嚟嘅，咁佢一路上係啊，的確上咗2日之後咧，佢就開始回落啦，跟住又再戳翻上嚟，係啦，跟住又再落，又再戳翻上嚟。跟住一路落，係啦。所以如果你唔能夠喺講緊佢當日個財演講緊係7月1號，所以2022年1月7號嘅時候去講呢個股票嘅，你唔能夠即時入，同埋唔能夠係走到咧，即係你賺咗即刻走嘅時候咧，係啦，咁就好危險啦！一落嘅時候，你唔知你揸幾耐咧，就落到去7蚊。即係如果你繼續去揸住嘅時候，咁所以即係我哋想講，有陣時我去睇翻我自己個指標嘅時候咧，佢點解要跟住佢個操作咧？即係一嚟佢要有足夠嘅信號啦，係啦，好似呢個指標佢有 happy face 同埋有建倉信號喺之前，同埋喺呢個低位上緊去嘅時候，去提大家咯。咁就唔係喺高追嘅，
咁希望喺一個低位嘅時候，大家可以買入。咁呢個就係少少去同大家分享翻，即係去根據嗰個信號去操作嘅重要性，唔好盲目去隨住即係坊間有好多信息咯。咁但係要自己識得去點樣去分類，點樣去考慮、去過濾咯。係啊，咁幾時離場？因為你有陣時你收到資訊，同埋好似我哋講呢啲，即係好似我哋去講嘅時候，嗰個指示嗰個部分一定要做得好好咯。即係如果你好似我今日講，但係如果我哋唔操作指示嘅，咁就亦都即係佢始終都會跌翻落嚟噶嘛。咁同埋希望大家唔會去被逼做蟹貨咯。係啊，咁啊，所以我哋呢個目標，我哋如果去買入嘅話，大概目標價喺希望可以喺3.9嗰個位，係啦，3.955嘅地方買入啦。止蝕嘅5天同埋30天平均線嘅交叉個交叉點啦，3.952係咯。咁如果買入嘅就係可能3.999嘅位置買入。咁但係我哋目標就係可能係去到4.2左右，短期目標，短中期係咯。咁我哋所謂短中期大概都係睇1個禮拜至2個禮拜左右。咁大致上係咁多。咁啊嚟緊可能今日禮拜6啦，咁啊睇下條片會唔會禮拜6出。咁啊應該禮拜日佢會打風啦。係啊，大家小心啲窗門啦。好，咁希望大家可以subscribe同埋俾個 like，多謝，拜拜。